咁耐嘅，杯咖啡沖好未啊？俾啲耐性，手沖咖啡就係要慢慢沖，慢慢嘆噶嘛。你就真係識嘆啦！嚟緊退休係咪會一筆過拎晒啲強積金出嚟嘆世界啊？除非退休嗰陣有即時周轉需要，如果唔係咁心急一筆過拎晒啲強積金出嚟，可能未必係最好嘅選擇。杯咖啡沖好啦，試下我手勢啦。哇，杯咖啡咁嘅味道嘅？哎呀，一時心急沖得唔好，所以話呢，一心急就好易出事。咖啡唔啱飲可以沖過，但係如果喺跌市嗰時心急一筆過拎晒啲強積金出嚟，蝕咗嘅錢就可能好難賺得翻噶啦。係喎，仲要考慮埋通脹。唔止啊，香港人越嚟越長命。如果退休嗰陣一筆過拎晒啲強積金出嚟，唔繼續投資，隨時用少10年8年噶。哇，乜原來可以相差咁遠噶？咁你有咩好提議啊？今時今日退休規劃唔單止關儲錢事，退休後嘅規劃同樣重要，一樣要諗清諗楚。其實退休同飲咖啡一樣，要識慢慢嘆。我會選擇按需要分期慢慢拎啲強積金，再將剩低嘅強積金留喺戶口繼續投資滾存，咁就好似自製咗份長糧咁。係醒喎。等我醒多個貼士俾你啦。有靚嘅咖啡豆，杯咖啡嘅質素先會有保證。同樣想退休生活更有保障，就要做好退休後規劃。有咗 AIA 自由選服務，60歲或以上嘅強積金成員就可以喺退咗休之後，按指定金額又或者指定年期分階段提取強積金，剩低嘅可以放喺預設投資策略繼續投資滾存，退而無憂話咁易。明晒，嗱臨沖過杯咖啡嚟啦。